小朋友好，今日你嘅課程係乜嘅呢？今日我看嘅就係聲形插頭，聲形插頭。好，我們先來聽聽看，先來談看啦。課本底度嘅聲形插頭，佢係用板手嘅課本是怎麼介紹聖心車站的呢？第六，阿爸阿妹帶我呀到去苗栗草丘山線火車。星期六，爸爸媽媽帶着我們去坐苗栗的舊山線火車。噗噗，嘁鏘嘁鏘，火車嘛噴燈拍煙，這裡嘅客大家個崩空。好，火車馬是什麼呢？就是火車頭，過崩孔就是過隧道。來到聲形插頭，大家歡喜到笑嘻嘻。來到聖心車站，大家都開心的笑嘻嘻。我們的車站叫做插頭，不是火車頭哦，插頭就是我們的車站，客家話說法。也是台灣西部火車路最高嘅插頭，熱台巷有一座高高嘅台灣鐵路最高點嘅紀念碑。這個是台灣火車站海拔最高的一個車站。好，這個車站呢，聲形插頭是台灣最高點的鐵路車站。阿爸講，規座火車頭係用火柱插埋起嘅，兩處行角冇用到半支鐵檔嘅。100年來，經歷200大地震，還原本好好。我還看到無人唱幾次，兩處有剪毛同白瓜嘅形色，同配備嘅插頭冇兩樣。哦，他說他發現聖心車站很特別的呢，就是這個是用鋸齒狀的那個梁木來搭建的，而且呢這邊呢完全都沒有用到一根鐵釘。好，兩根係動力好嘅，就會用什麼觸孔丟順的那個順頭，就是用那個榫頭直接這樣子一對一的接上去。然後呢，他說他還在這個地方呢發現嘞，他這個地方有一個很特別的這個剪毛，而且這個地方呢，它的榫頭這個是用八卦的圖案，八卦。離插頭冇幾遠，有一座五藤平團橋，係建咗呢起嘅拱橋，橋身彎彎，像天堂嘅天宮咁樣，非常長。阿妹講，當年是5月時節，團橋超群嘅油桐樹會開花，鳳鳳嘅橋墩同拍細細嘅油桐花，係觀光嘅好所在。好，這個魚藤坪團橋呢，魚藤坪斷橋呢，就是在這個聲形插頭附近，就在聖心車站附近而已。那這個魚藤坪團橋特別嘅所在喺那邊呢，特別的地方是哪裡呢？就是這個用紅磚，它用紅磚來做成的，而且啊，這個彎彎嘅橋，他說這個彎彎的橋就像彩虹一樣。當年呢，差唔多都是5月嘅下，啲魚藤坪團橋呢，啲附近山頭啊，會開能咧嫩嘅油桐花，會開滿了白白滿滿的油桐花，看起來真的非常漂亮。好，這個地方是魚藤坪團橋。規家人翕嘅青島嘅相片。他們全家人在這裡拍了很多很多的相片。臨暗頭，將3地嘅草火車離開聲形插頭。好，一直坐到傍晚，他們才
舍不得的坐上火车离开了圣心车站。好，那德利亚这片呢样片看算了以后呢，等一下，麻烦你们在老师样片嘅下部有一个连结的网址，连接嘅网站。我做乜嘅呢？就是让你们来去看这个客家新闻杂志嘅圣心车站嘅800壮士。好，我们就来看这个介绍的影片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哦。好，完毕之后呢，老师希望线上希望都做的把你们的感想写出来，写出来，翕相过来就做得咯。